雷西亚伊玛当库ram闹病，伊通呢，米个代理比较个稍微么ram的，就是克里斯特阿么啥呢，行个海子，么就ram个外啥子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 to 6 里，就是啊，么啥我个推起哩，认得来了个，啊呢，我认这个呢，他咋认个呢，行海的嘞。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 chỉ lihat ada hanglai jaka. Mi keteli pijar masalu. Cita ke nalil pijar masam rada hangai dale. He order ne. He will request maning mane. Ka Yesus Kristus na. He will masabai rada. Mi li pijar masaplung mre. Mi li pijar masalu da. Hangai ne. Verse 2 里边个他，那呢，因为个行么个哪的，米个代理比较啥了个，水啥了个，米有可能哩，那呢，啊这代一代的，么对着他个，或那呢比较啥呀个，啊么怕么那几代的啥呀个，那个啥大个么呢？那里了，比较啥来的 ，verse 2这里，我他那个呢，航海的嘞。可真的他们比较个啥大个么呢？那他们里了比较啥了？可了那他们个对里看个等一个，那他们里了等热的，就是基督的航海的嘞。verse 3里个他的航。verse 3里吧。米利比较个啥品质，啊，可能都会这个是，没太可热病，啊，这个这是个了的，么就亏退了，么肯定亏退了，米利比较啥不怕个疾病，你这，米利比较啥不怕个疾病这吧，啊，可能都会，一可能都会，莫瑞这个是这。么肯定亏可热为王，米粒买下来个呢，个可以么退了，行个子的米内的行诶。Verse 4里边个大的行个来讲个，米粒比较啥个疾病，米粒水啥个疾病，米粒这个是行个疾病，是吧？可乐的。可乐的，有个咋内，有个咋内去的？可乐的，啊，可乐的，啊，么杀个亏，行个亏，我啥一个子呢？啊，可乐的，么对个亏，我啥一个子呢 ？The criticizer is deceived about himself， 这样，个几把话，米里么杀个咋把子话？个怕米子呢，米里么杀么那一个子呢？行得来爸爸，个怕米子呢，米里谁么杀么那一个子呢？来一些病。Verse 5里行得来爸爸，米里谁杀着得来？米为这个事里，可能里杀着得来，米子吧，怕个肯定你这。嘛，他那个人行来的来的。The criticizer is a hypocrite， 当 Pharisee Sadducees 呢，个啥呢一个的呢 ？He must remove his own sin first。Rekapta， 那一米里，可以真的可以把这可以说开发喽。其他个，那其他位米里真的可以去没听那个呢，太热个的呢。来个些病，米粒比较么啥不好呀噻？一通那米粒比较个啥特让，我完了一通里了，我来家的比较啥来个的呢？么对着爸爸啥不怕着的来呀个？米粒我来家哎呢，可能里那为这个些，因为这个些了，米呢行着啥来？就往那一通我小了哎呢。
siasa ka chak laga ka pha aina ka mashung aina ring ka chithaya mi awawang sa ser khawai sa se